这个饲牛的人因咧讲讲这条锁啊，这条牛锁啊叫做牛料啦。牛料啊，所以这条锁啊叫做料所以牛有料，就是讲牛有一条锁啊，去甲控制，牛控制会对啦。因为你有锁啊，别个会偏就会当控制。但是人无料人无办法甲控制。世间人人要安怎做，要安怎想，煞人有办法控制。一个人这种心嘛。尤其这个世代真罪恶因为有真多人忽然间要变心，或者有的人要贪爱钱财，有的人要贪色，有的人要贪爱某一样伊所爱的物件，什么歹代志伊嘛做出来所以圣经里写得真清楚讲即摆的人安尼，袂当家己约束家己，性情真凶暴，无爱良心的代志，任意妄为，爱做啥就做啥，多白来根本都无管别人。厝边隔壁大家好，谈天说地无烦恼，行为端正人学老，欢喜斗阵上介好。厝边隔壁大家好，中好三听又敬老，你好我好大家好，幸福美满好结果。厝边隔壁大家好。由财团法人真耶稣教会制作提供，欢迎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阿公来开讲。今日咱节目中间，咱请内容团队伫咱节目中间，甲咱做伙来开讲有关演语的问题。第一句话，我想讲要来请教内团队：牛会了，人未了，这句演语什么意思牛会了人未了这个意思是甲咱讲牛咱疗伤会教。人咱疗伤袂到，因为牛咱都知影，这是咱做世人的好朋友啊。是。牛都上忠心啊，佫食苦，迄苦耐劳这人劳人怨的牛透底毋捌咧叫苦，佫较艰苦嘛去做，甚至你叫伊去死，伊嘛去死啊。所以这牛实在讲起真忠心，真忠心，耐劳佫耐劳所以咱若饲着牛，咱会疗伤会教。讲牛一定对咱忠心一定做去真好，伊绝对袂改变伊的责任啦伊一定将家己工作做好势。若人就疗伤袂到所以这个耶利米书圣经内面11章90、11有咧讲，人的心非常的诡诈人实在是看袂透。确实有影人的心要安怎想咱我看无啦咱常常看到这个电视内面真侪这犯人去互抓着，大概毋是眉清眼秀，大家拢死甲真缘投真水但是啥物歹代志嘛咧做这个圣经内面这个提摩太后书3章也就咧写，就讲你应该知影，跋世得到有危险的日子来到，讲因为迄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放毒，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未圣洁，无亲情，未改怨，好讲谗言，未当自约，性情凶暴，无爱良心，未主未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无爱神，有这个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力所以这足奇妙，这1900多年前保罗写俾提摩太时，就到神的圣灵就甲感动，互伊知影这个末后的日子这个世界末期这个人的心真危险所以人敢若顾家己拢做一个歹代志所以人的心实在真歹去疗伤会到。有诶为着钱去杀人，有诶为着钱厝诶朋友有诶为着钱真家己诶亲生父母嘛甲杀死讲起来即摆人实在无啥成人，这个丧失了这个良心这个无法无天这咱常常会看到。我会记得这个86年喺中秋伫竹东遐有12个这个青少年伫佚佗因到处去佚佗去食饭都爱去唱卡拉 OK 啥。有一摆就是其中有一个17岁这查某囡仔一个啉小费
伊敢若小可夸口一下尔，把迄大指头啊讲，你的男朋友打电话互我，怎样吼，大安正人的面前哦，面前啊得意洋洋啦，系啊，去刺激着这个大指头啊，这个大指头啊竟然吼叫大家将伊甲带到一间空厝，用棍啊，他直直甲拍讲要死去啊，哇，定来咧斗阵。定下伫唱歌，定下伫佚佗，好朋友啊，好朋友哦。所以有的人不信不认嘛吼。讲哎哟，我看你来甲带来医生馆吼，甲救吼，这大指头安怎讲？你甲带去病院，就互人知影咱做歹代志啊，咱就互掠去关啊，甲拍死，叫大家拍死。定斗阵的人呢，11个同伴竟然拍死这个林小伟，了后，佮将这个尸体哦用塑胶布甲包起，甲藏起来，并且破案。所以牛吼，咱会使甲疗伤，伊是忠心不二的，对主人绝对忠心。若讲人吼，实在真歹疗伤，因为安怎改变吼，要做什么诡诈的事吼，咱人真歹控制。互咱想到这吼，咱就爱感觉讲吼，做什么代志拢爱真谨慎啦，才袂去用骗去，还是去用害去。是，都凡事吼，步步谨慎。佫一句话安尼讲牛有料，人无料，这有共款无？牛有料，人无料吼，这句话吼。敢若共款，还佫无共款。牛有料吼，咱知影，这个牛吼，咱要甲控制吼，就是爱用一个铜钳啊吼，甲更多这个偏力吼，再用一个草绳啊吼，再甲绑的。安尼咱就会当控制这只牛对无？这个饲牛的人吼，因伫讲吼，讲这条绳啊，这条牛绳啊吼，叫做牛料啦。牛料啊，所以这条绳啊叫做料所以牛有料，就是讲牛有一条绳啊，去甲控制，牛控制会到啦。因为你有绳啊，别个会偏吼，就会当控制。但是人无料吼，人无办法甲控制。世间人吼，人要安怎做，要安怎想，啥人有办法控制？一个人一种心嘛。尤其吼，这个世代吼真罪恶因有真多。人忽然间要变心，或者有的人要贪爱钱财，有的人要贪色，有的人要贪爱某一样伊所爱的物件，什么歹代志伊嘛做出来所以圣经里写真清楚吼，讲即摆人吼安尼，袂当家己约束家己，性情真凶暴，无爱良心的代志，任意妄为，爱做啥就做啥，乌白来根本都无管别人怎样，心中迄个爱拢无起来，这互咱知影讲吼，这个世代吼是真危险的日子。所以咱来求天顶的神怜悯这个世界。较侪人来相信这个正确的宗教，拜真神天顶的真神有这个圣经的道理伫鼓励人、勉励人而且天顶的神也要赐咱伊的圣灵咱向伊祈祷伊的圣灵来帮助咱。咱人控制家己真困难天顶的神赐这个圣灵互咱圣灵会按照天顶真神的这个道理，按照真神的意思甲咱引导去做一寡下道理的代志。安尼，这个社会才会改变，这道德才会提升。那讲到这两个演义以外，讲到人心的问题，佫一个演义安尼讲啦，讲天高味是高，人心节高，这有啥物相牵连无？天高味是高啦，人心节高啦。是。讲天悬佫无算悬啦，人的心节佫较悬啦。意思讲人的心实在是欲望有够大。这人实在讲会当想讲我要伫全世界嘛是使讲啊。咱古早2300年前希腊国有一个国王叫做亚历山大对吧？这个亚历山大迄阵伊才差不多20岁款，缀着因这个父王因父王叫做腓力出去相见。凯旋倒转来时阵，大家欢天喜地安尼啉酒快乐安尼伫庆祝啦。因这个老爸这国王腓力看现讲因后生这个王子亚历山大，安尼闷闷不乐个。就甘人讲，大家欢喜快乐，你若安尼庆功宴呢？这个庆功宴上好结果这亚历山大怎讲？我土地拢互你得去，敌人拢互你拍倒，我以后做国王要创啥？我伊心足大只。果然伊到30岁的时阵伊做了国王，有影带大军南征北伐东征西讨安尼为东边拍到这印度呢，南边拍到这埃及、亚洲、欧洲、非洲拢有伊的土地，讲起真满足但是你32岁、33岁是。有一天破病直着是热病直直发烧看袂到细菌，
你无办法这尔，无度。人看会到你这尔，你细个你这袂赢，一天讲要死啊！虽然做王嘛是无度赢过这个比赛。人哪有办法？我跩甲部下讲，我离世了后吼，你带我这棺木的两边吼，甲挖两坑，互我手撑出去，将我这个棺木来油镜下，互大家看，我压力山大啊！一天安尼，遐尼拍拼，来得到这个世界，但是到我离开世界的时阵，我两手拢空空，无半项啦。因为无用在这个得土地得板土啊，无时间娶某啊，啊无某啊无囝，三个都无半项，空手就去啊。这30通过，互咱知影讲哦，这个人心扎扎高吼，人的心真大，要得世界，若失去性命要创啥？所以耶稣讲一句话哦，伊讲哦，人若趁你全世界吼，赔偿了家己的活命，安尼有啥物价值？有啥物好处？你会当用啥物将你的活命活倒转来？所以性命是上宝贵的。所以咱人吼活着日子吼，毋通欲望遐尼济，咱会当清心寡欲吼，做有意义的代志，尤其是会当救人的性命，是上介好。所以真感谢咱录音团队今日甲咱讲这3个演语中间真深的智慧，咱的生活中间会当得到更较美好、互相彼此的勉励。咱真感谢大团队。阮天顶的神神吼，互咱会有这个聪明智慧吼，互咱活得吼有目的、有意义、价值。感谢，谢谢。最大意，每条。